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Inspiration 中文科老師 Missella。大家又知唔知道點樣用同埋點樣分辨呢兩個大字呢？首先講下呢一個大字，呢一個大字有攜帶或者附帶嘅意思，例如請帶齊所有證件，或者明天郊遊，請大家攜帶食物，都會用到以上呢個帶字。而第二個帶字，我哋可以理解為，如果我哋要講話將一啲嘢帶喺身上面，放喺身上面，我哋就會用呢一個帶。例如把帽子戴在頭上，把手錶戴在手腕上，都會用到呢一個帶字。聽完我嘅講解之後，唔知各位小朋友有分唔分到呢兩個帶字嘅分別呢？我有3條問題想考考大家，知道答案嘅小朋友不妨留言話畀我知啦。